繼續去抗爭。請大家都支持3月23號，支持今日嘅全民投票計劃，攞張單張，我哋會教你點樣去上網投票，攞份單張係不要呢個小圈子選舉，希望大家用白票去表示。當然今日有個好唔好嘅消息，最新咧就話呢個全民投票計劃咧，竟然係俾黑客咧係去侵入，而家個網站仲未復修，咁啊大家攞住張傳單咧，可以下晝試下。大家用我哋嘅白票去表示，我哋係抗議呢個小圈子選舉，亦都係喺度呼籲咧，係除咗今日用白票，3月25號係用我哋係一人一腳出嚟遊行，係表示我哋對呢個小圈子選舉嘅憤慨。咁啊，希望大家咧係支持3月25號，3月25號係朝頭早係10點半喺灣仔修頓球場嘅遊行抗議呢個小圈子選舉嘅。咁啊，而家今日咧，大家可以用全民投票計劃嘅網站去投白票，表示我哋對不要豬、不要狼、要普選嘅。3月25號咧，喺條街度絕大部分嘅香港居民都冇份投票，2個候選人都阿爺揀定㗎啦，喺壞同更壞之間揀。但係今日咧，大家可以上網揀嘅。今日香港大學咧，鍾庭耀做咗個網上投票，但係俾黑客入侵啊！所以請大家咧俾啲耐性，下晝不斷咁去試，不斷去投。我哋07年都做嗰個民間投票，揾咗學校做票站，但係咧學校係被呢個民政事務局同埋教育局打電話去施壓，所以咧到最後都有成10幾20間學校到最後係要退出。所以今年搞網上投票，但係搞網上投票咧，佢就用黑客嚟入侵。各位居民，嗱，今日咧，我哋係需要盡量喺網上嘅投票嗰度咧，表達我哋嘅意見。我哋香港人係可以有第4個選擇，第4個選擇咧就係用廢票去廢除呢個不公義嘅制度，用棄權去爭取我哋香港人普選嘅權利。呢個係一個200%積極嘅行動。所以我相信呢，如果你哋可以下晝上到網係最理想嘅，但係唔使擔心，你哋可以放工去以下呢3個位置，你可以係攞咗張實票嚟投嘅。第一就係紅磡嘅理工大學，第二就係屯門嘅大會堂展覽廳，港島亦都有個位，就係柴灣嘅青年廣場。所以如果所有市民，如果你係下晝仍然係上唔到網站投票嘅，你可以去以下呢3個地方：第一，紅磡理工大學；第二，屯門大會堂展覽廳；第三就係柴灣嘅青年廣場。所以希望下晝嘅網站可以復修，否則嘅話，大家今晚8點前就係去屯門嘅大會堂展覽廳、紅磡嘅理工大學同埋柴灣嘅青年廣場。多謝大家。